里共同生活，常相依。我们相约在主里，将来有一天要再欢聚，在主里祝福你，我在主里思念你，愿主带领你进入迦南地，在主里祝福你，我在主里思念你，愿主赐给你丰富的奶与蜜，你可不要忘记，我们相约在主里，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要一起看的经文是何西阿书第10章1到15节，主题是在极离之中。在进入经文之前，让我们先安静自己的心，一同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谢谢你在新的一天让我们能够再次相聚在你的话语里。求主安静我们的心，除去一切忙乱、忧虑和自以为是，使我们谦卑来到你前面，你面前，求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不只明白经文，更能看见自己生命中尚未开垦的荒地。求你赐给我们愿意悔改、愿意改变、愿意服从的心，愿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引导我们重新寻求你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何西阿书第10章，以色列人像多产的葡萄树，他们越繁荣，祭坛也越多，他们的土地出产越丰富，所拜的石柱也越华丽。他们心怀诡诈，所以要因自己的罪受罚。上帝要粉碎他们的祭坛，摧毁他们所拜的石柱。这些人不久会埋怨说，我们没有君王，因为我们不敬畏上主。可是君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？他们说空话，许下虚伪的诺言，订立无用的条约。正义已经沦为不义，像毒草一样长遍田野。撒玛利亚的居民要为失去伯特利的金牛像而惊惶，他们跟管理偶像的祭司一起悲叹，都要因金牛像失掉光彩而痛哭。这座偶像会被带到亚述，作为供物献给亚述的大王。以色列要惭愧蒙羞，因为他们拜偶像。他们的君王要被带走，像小木片被水冲走。亚文小山上的祭坛，就是以色列人拜偶像的地方，都要被毁灭。他们的祭坛要长满荆棘毒草，他们要向大山说，遮盖我们吧，对小山说，倒在我们身上吧。上主说，自从在基比亚犯罪以后，以色列人一直得罪我，因此基比亚要遭受暂祸。我要攻击这批犯罪的人，惩罚他们。列国要联合起来围攻他们，他们将因种种罪行受惩罚。以色列国曾经像一头驯服的母牛，随时愿意踹骨。但是我决定把恶套在他壮硕的颈上，驱使他做更重的工作。我叫犹大耕田，以色列耙地。我说，你们要为自己开垦荒地，播种正义，收割仁爱。我是上主，现在就是你们该归向我的时候。我要来，使公义如雨降给你们，但是你们不听，反而播种邪恶，收割不义，自食谎言的恶果。因为你们倚靠自己的战车和庞大的军队，战火要临到民间，
所有的城堡都要遭毁灭。那景况会像沙勒曼王摧毁了伯亚比勒城一样的惨，母亲和他们的儿女都被摔死。伯特利人哪，因为你们犯了大罪，你们也要遭遇同样的灾难。战事一爆发，以色列的君王就被铲除。何西阿先知所处的时代，以色列在外表上看起来并不差。经文一开始把以色列比喻成茂盛的葡萄树，结了许多果子，但是果子越多，他们为偶像所筑的祭坛也越多，土地越肥美，他们所立的柱像也越华丽。这是一个很深的提醒，环境顺利，资源增加，本来都是神的恩典。可是当人的心偏离神，恩典也可能被我们拿来建立自己的偶像。所以问题并不是他们做错了几件事，而是第3节所指出的，他们的心不专诚，他们口中说着敬畏神，实际上却倚靠别的力量。他们彼此许下承诺，却没有真实和公义。当人的心分裂，信仰就容易只剩下外表，生命里则长出虚假、竞争和不安。我们来看第一个提醒，不要把神的恩典变成自己的祭坛。这段经文让我们反省，当生活顺利，工作有成果，家庭平安，或者是我们拥有更多资源时，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感谢神，还是要更相信自己的能力？我们是不是不知不觉地把成就、金钱、地位、人脉，甚至自己的经验和判断放在比神更重要的位置呢？我们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也经常经历这样的提醒。责任越重，事情越多，就越容易认为每一件事情都必须靠自己掌握。可是当我们只相信自己的方法，就会慢慢失去平安，也看不见神的声音。真正的信心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，而是在努力、计划和承担责任的同时，仍然知道结果在神手中，也愿意让神调整我们的方向。因此，神今天要问我们的，不只是你有没有成功，而是你的心现在是依靠谁？不只是你结了多少果子，而是这些果子有没有使你更爱神、更爱人，也更愿意行公义。那第二个提醒就是人所依靠的偶像终究不能拯救我们。第5节到第10节描写以色列人所敬拜的金牛犊将已被掳到亚述，他们曾经以为那是宝藏，最后却只能为他悲哀。第8节甚至说偶像的祭坛将毁坏，荆棘和棘藜要长在上面。这就是今天主题，在荆棘棘藜之中的背景。荆棘棘藜代表荒废，也代表罪所带来的后果。人离开神以后，曾经以为可靠的东西会失去力量，曾经以为荣耀的祭坛会成为废墟。当环境改变，计划受阻，关系破裂，或健康和财务面对考验时，我们才会发现能力有极限，金钱有极限，人的承诺也有极限，只是神的慈爱和信实永不改变。但是神让人看见祭坛上的荆棘，不是为了把人推进绝望，而是要我们看清楚，那些代替神的位置不能真正拯救我们。神的管教虽然有时令人痛苦，目的却是要使我们回转，重新恢复与他的关系。再来，我们再看第3个提醒，现在正是开垦荒地，寻求耶和华的时候。整章最重要的转折在第12节，神劝勉他的百姓要为自己栽种公义，就能收割慈爱，要开垦荒地，因为现在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，直到他临到，使公义像雨降在我们身上。开垦荒地，现在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。这是何西阿书10章12节信息的主旨。开垦荒地，现在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。
荒地不是完全没有土，而是长久没有被翻动，土壤变硬了，人的心也可能如此。我们仍然来聚会，仍然祷告，但是里面有一些地方已经不愿意让神碰触。也许是一段不愿饶恕的关系，也许是一个不愿放下的骄傲，也许是一项明知不合神心意却一直不愿意改变的习惯。开垦荒地，首先就是诚实来到神面前，承认自己真正的光景，其次是采取具体的行动，该道歉的就去道歉，该饶恕的学习饶恕，该停止的停止，该承担责任就勇敢承担。悔改不只是感觉难过，而是把生命的方向重新转向神。接着神要我们栽种公义，栽种是一件每天持续的小事，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仍然诚实，在利益冲突时选择正直，在家人需要时付出耐心，在工作中善待同仁，在教会里彼此扶持。当我们持续栽种公义，神就让我们收割他的慈爱。这不是靠行为换取恩典，而是让蒙恩的生命结出与恩典相称的果子。最后的结语是，在荆棘之中，神仍然为我们预备新路。弟兄姐妹们，也许今天我们正处于某一片荆棘棘藜之中，看不清下一步，也为过去的选择承受后果。但何西阿书第10章给我们的不是审判的信息，更是回转的邀请。神仍然说，现在就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，只要我们愿意把刚硬的心交给他，荒地仍然可以被开垦，公义仍然可以重新栽种，慈爱也仍然可以再次收割。我们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，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借着何西阿书再次呼唤我们回到你的面前，求你赦免我们常常把你所赐的恩典变成自己的骄傲，也赦免我们依靠能力、金钱、经验和人的方法胜过依靠你。主啊，求你光照我们生命中每一片尚未开垦的荒地。若我们的心已经刚硬，求你使我们柔软；若我们抓住不愿放下的偶像，求你赐给我们勇气放手；若我们得罪了人，也求你给我们谦卑，愿意道歉、饶恕，并修复关系，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栽种公义，在每一个选择中活出诚实、正直、慈爱和怜悯。求主在顺境中保守我们不骄傲，在患难中坚固我们不灰心。即使身处荆棘棘藜之中，仍然定睛仰望你，深信你的恩典和慈悲一生一世与我们同行。愿你将公义如雨浇灌在我们的家庭、工作、教会和国家，使我们成为忠心的管家，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们如此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为过去日子里，总有欢笑，也有泪滴，舍不得要告诉你，在主的爱里，我等着你，在主里祝福你，我在主里思念你，愿主带领你进入迦南地，在主里祝福你，我在主里思念你，愿主赐给你丰富的奶与米，你可不要忘记，我们相约在主里，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，在主里祝福你，我在主里思念你，愿主带领你进入迦南地，在主里祝福你，我在主里思念你，愿主赐给你丰富的奶与米，你可不要忘记，我们相约在主里，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，记得我们
相约在主里。